这粒凯比风台咧，伫咱台湾南部是做大水，最近的几天台南又搁咧落西北雨，所以为着要来防止天狗日的疫情，台南市卫生局已经开800多张的单，其中这有网糖生团的场所是以徛街甲空地上介济。 民众行雨伞赶紧过路，虽然雨无大，毋过同款的积水，防治天狗节一定得爱随倒掉。凯比风台内南部大淹水，最近过道高落雨，台南市卫生局逐工就派真侪人去巡。最近一礼拜有查到138卡的积水，其中就2卡去检着天狗节，随开单告发。那7月份总共动员了2194人次，调查117303户，查获18246个积水容器。对于滋生病媒蚊幼虫呢，台南市持续贯彻公权力的执行。那截至统计到上周呢，共开立了846张的举发单。 避免去年天狗节疫情重演，今年雨水较高，炭白网愈熬生，今年提早开始防治。不过，某民众也无啥了解，继续配合。还有稽查人员落雨天去巡积水，虽然车路积水嘛要甲人抓，引起批评。卫生局是表示，目的是宣导，唔是开单。下雨之前就已经出来了啦。那趁着这个下雨的空档当中，刚好就过来提醒大家啦。 大家也不要多做见怪了，应该是要训练比较充足一点，让他的沟通能力或者表达不要造成民众的误解。统计今年到8月初7，卫生局照传染病防治法告发846件，其中违规第一名是水桶、水缸积水这类上济，有4.3，过来就是花卡积水有1.5，其他就是杯啊、罐啊、篷布、垫啊、玻璃拢遮的。 卫生局提醒，落雨过都要去巡，敢有积水，赶紧倒掉，才袂生网糖，疫情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